咱的领袖代表林信基今对 APEC 回来，讲各国对台湾的 AI 半导体中小企业，拢表达想要合作意愿。台湾伫咧爱沙尼亚首都设代表处说是卡条的，风声这爱沙尼亚惊讲这中国拿准用这个台湾办事处的报复力，坚持要用台北办事处。台中乌日一间人家厝半暝放放火，妈妈含查某囝救出来，送病院医院救无回来，警方表示将有可能是洗罪纠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3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2025 APEC 经济领袖会议已经结束啊，咱的领袖代表林信基今仔登来到台湾开记者会分享成果。林信基表示讲，伫咧会议当中，伊感受到这百花若招开，蝴蝶自然会来道理。各国对台湾的 AI 半导体，还有中小企业，拢表达想要合作意愿。另外，林信基即届呢，也含真济外国的政要会谈，包含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却引起中国的不满。林信基表示讲，这高市早苗讲台湾是好厝边，也真关心台海安全。让我们欢迎林信义领袖代表。APEC 领袖峰会落幕，领袖代表林信基带团回国，初三出席记者会分享成果。伊讲顺利完成总统赖清德交付的任务，也伫会中充分感受花若盛开，蝴蝶就飞来。台湾伫 APEC 的能见度明显提升，各国对台湾的 AI、智慧医疗、数位健康，也甲中小企业轮成发展，表达真大兴趣，也甲合作的意愿。当各国在讨论如何建立可以信赖的供应链的时候，马上就聚焦到台湾来。林信基嘛甲真侪位领袖甲代表团成员互相对话，包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新加坡总理黄顺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等人。尤其林信基个会晤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是这届一大特点。高市阁打出2个人握手的相片，展现台日情谊，引起中国的不满抗议。他认为第一个台湾。日本跟台湾是一个非常友好的邻近的国家，彼此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对于这个整个台湾海峡的安全和平安全，他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代表团传出为接机到做伙翕相的徛位，拢叫中国打压。外交部坦白讲，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愈来愈大，国家中国要主办明年 APEC， 到时阵咱台湾恐惊会拄到更侪阻碍，互外界烦恼参加会议人员人身安全。外交部表示，真侪领袖经济体原有共款的议论，虽然中国进前有书面保证，不过外交部是讲会持续甲其他经济体沟通，促使中国履行承诺。我们就是平等的会员体，大家应该平等的对待，接受平等的这个接待。去年我们知道，中国提出要主办2026年 APEC 申请之后，那我们就直接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就是说有关于我们是不是会被平等对待，以及我们与会人员人身安全的一个疑虑跟质疑。那最后在我们跟这个理念相近这个会员共同的努力之下。所以中国做出了这么一个书面保证。针对台美交流的部分，国科会证实有甲美方讨论台湾模式伫美国打造产业园区，对咱所提出的需求，美国表态会尽力协助。记者采访报道。台湾若准寸进，这中国就会丢卡当地。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讲台湾伫咧爱沙尼亚设这代表处却是卡掉的，双方谈判2年拢敲袂好势。主要原因是这个卡掉的名称是要比较立陶宛模式使用台湾，或者是依照着这欧洲惯例合作是台北办事处。那针对这部分，咱的外交部表示讲态度真开放，希望双方呢会当互惠合作这款的精神，而且会当加强两边有具体合作做法。在团结欧盟及全球理念相近伙伴的力量上，爱沙尼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去年11月，爱沙尼亚国会外委会头一届组团访问台湾，主席梅马坎阁话讲，希望台爱两国会当互设自处。不过，卡2年的代表处议题，根据外媒日经亚洲的报道，亲像后面方面讲袂罢才停落来。台湾方面希望应用立陶宛模式，以台湾代表处的名义设立。不过，爱沙尼亚烦恼中国报复，坚持使用台北。
外交部也将秉持开放态度，愿与爱沙尼亚基于互惠合作的精神，务实讨论加强双边关系与增进相互了解的具体做法。根据资料显示，2024年台湾出口去爱国的贸易额差不多4919万7712美金，进口3355万1490美金，是贸易顺差。专家认为，爱沙尼亚的数位化甲资讯安全，伫欧洲国家扮演积极的角色。入到湾了后，台湾也想要找到真好优质，一阶段有利台欧交流，爱量早投资自接。他们的数位公民的部分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就对很多台商要进欧洲市场来说，如果可以不用做这个所谓移民间或者是相关的这商务的便捷性更高的话，那或者透过这个数位公民的部分，可以做更多的链接，人与人的这个交流跟商业的这个推进要同时并进中国针对主管名称对台湾施压，不是头一届。2017年，台湾有5个驻外管处，包括奈及利亚、巴林、厄瓜多、杜拜甲约旦，拢因为使用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去中国要求改名。2023年，驻非籍代表处捌有希望使用中华民国台湾，却也是失败。改转来驻非籍代表商务办事处。最近一届是今年2005年，咱驻南非代表处的官方网站名称，直接互人改做台北商务办事处，甚至去当地政府要求爱迁离开首都，因为号名问题一直卡条的。专家建议，甲爱沙尼亚的交流应该以强化实质的关系，提高台湾伫这个的连见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甲美军买的这武器25案内面有3案的进度明显去拖掉，包含着66架 F-12B 战机，本地是明年年底爱全部交货，目前是完全无进度。连会当挂伫咧战机顶头的 AGM-1544 的飞弹呢，也无都准时来交。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美国方面已经成立着专案办公室伫咧催，也讲明年一定会看到。安尼讲到咱的国造畅水南海军号当时会在做这监航测试咧，郭立雄也表示讲，希望11月搁再做一届普航测试。最近国军装备采购定团进度拖延，根据报告显示，国防部向美军买25案中，进度超前的有哈马斯稳定精准火力打击系统1案，进度正常21案。NDA 3个项目分别是 AGM-1544 飞弹、MK-48动向鱼雷，也阁有原定明年底都爱转属高温的66架 F-12B 战机。今年就已经会完成10架的组装，那还有待测试的过程。那在线的连同这10架加起来，总共有50架在线组装，加班赶工的一个阶段。那用2班至20小时在进行，全数完成交印。我们觉得当然有一定的风险跟挑战，但明年一定可以看得到 F-16B 的交运。国防部表示，美国已经针对这3案成立专案办公室，要尽上大努力。也毋过正前方积极拖延的鱼叉飞弹、刺针飞弹所无列伫国防部的报告项目内，郭立雄解释，以及甲美国签约的法技师机场，拢也咧交换时间点进前无延迟。也透露向美国买500粒刺针飞弹，今年增加到2621粒，伊规划今年第4季都会当得到第1批。鱼叉飞弹当初要建案的时候是用战备急需建案的，本来是5年的期程，现在变成10年。刚刚听到报告的时候，好像变成12年了。你通通把它往后延，当然进度正常。我们找各种理由，帮所有的厂商去解套，而且还不断的付钱。除了军购伫执行的458案上购案中，有2案进度落后的，包括各界观测的国造江南海军号。伫第3摆普航测试了后，就回港调校，无过出港，等于进度成备。下一个阶段的潜航的测试什么时候要进行？按照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讲的话，我们会预期应该可以在11月来进行护航测试。对外团的出海的涉水唔拿单纯，海军参谋长曲准营初三也当面驳斥，依照合约，海军和官员爱伫11月交付海军完成普航监航等科目，要有超雷射计验证。虽然当地对单纯实施19万罚款，不过郭立雄强调，处罚是无对，只是督促手段，建造完成才是上大期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白宫宣布，这美中经贸协议细节清单。
美国对这个月初10开始呢暂停扩大先进晶片管制对象。不过呢，美国总统川表示讲，这美国袂甲回答的先进晶片给别人。那讲到中国这边呢暂停执行10月初9所宣布的扩大稀土管制措施。专家是认为讲，这款消息让全世界晶片业者加较放心寡。今日台股也随来抢权，收伫咧28334点起101点。台股10月伫台积电带头之下起超过2400点，创台股史上一个月第2大起点。11月台股延续气势开红盘，盘中震动最后是收跌28334点，起101点。宽达股台积电初三股价收跌1510块，起10块。专家认为，美中经贸协议出来对台股影响是好上加好。相关的障碍会更少 ，AI 的需求拉抬那今年台湾的股市呢，其实是有基本面在支撑的，因此现在就是说锦上添花啦。美国白宫初宣布美中经贸协议内容，中国宣布暂停执行10月初9宣布的稀土出口管制新规，确保恢复出口安设半导体中国工厂晶片。美国社会这个月初10开始暂停扩大先进晶片管制对象。对于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捌伫顶个月底讲，希望回答上先进 Blackwell 晶片引伫中国卖，不过美国总统好亲像无甲来关系。The chips are 10 years. The new Blackwell that just came out, it's 10 years ahead of every other chip. But no, we don't give that chip to other people. 晶片的销售上面来说的话，其实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在人工智慧相关的晶片一步都没有退让，并且还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把关。半导体业者传出，台积电会9月开始通知客户，为明年1月开始5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会连续4年起价。传出联发科高通考虑专单，不过专家认为台积电有竞争优势，影响无大，有关研究台整体利润。记者综合报道。去后民航局铁度摆照的远东航空，也有无人机停在机场内面。这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今日宣布，远东航空对108年开始欠民航局台北国际航空站机场服务费等费用超过1亿，要甲远东航空2架 MD 机拍袂掉。起标的价销呢是500万。不过学者是认为讲，这款机型上过旧啊，连教学拢无适合，真有可能是无啥人来标。远东航空 MD 机就停伫松山机场，各只航空业者的停机坪外口，无人来维护。为108年12月13，远东航空停止营运了后，欠松山机场的机场服务费拢无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宣布，这个月11要拍卖已经查封的远航客机。积欠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的相关费用包括劳基法费等那这个费用也超过了上亿元。为了要追缴这个欠款呢，查封了这个义务人所有名下的客机。这次拍卖的底价呢是500万元。12拍卖2只客机，第摆被拍卖是 MD-83型客机，底价500万。根据阮韩国期公开资料显示，这只编号 B280017的客机，伫民国80年12月初2首航，被台北高雄服役期间，总起降次数6万外摆，飞行总里程2167万公里，退役进程载客932万人次。另外一只 MD-82型客机已经是第4摆拍卖，因为减价3摆拍卖伫2011年有买主。450万得标，不过依然停伫松山机场，欠停利费搁被拍卖。经历了很多次的拍卖，事实上都无疾而终。那再加上这6年来，这几架飞机，它的整个封存的条件并不是很标准。那么如果说飞机的适航性已经不存在了，基本上。它也就不可能再回到天空。学者指出，目前全世界要咧复习的 MD 客机，剩10几只，而且可能真紧就会退役，加上客机内底正下无可能乘做教学或者是餐饮空间，最后可能乘做废弃。民航局表示，第一摆拍卖，若无卖出去，就会拍在进入第2摆拍卖。对欠的钱已经申请强制执行，最后若无法度驳回，法院会发借款凭证。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乌一个5公路一间人家厝半暝发生火灾，这妈妈和查某囝是有互救出来，不过送病院了后，有关是救无回来。警方表示，讲是死者真正的厝卡，这辛苦的查甫人去放火，伊先用这火车甲门口挡掉的落尾就导火烧，目前已经掠到这个辛苦的查甫人，这有可能是水厝所引起的救魂。台中乌日这个铁厝起的民家发生火灾，消防队赶紧布水线灌救，虽然及时甲火拍花，不过掉伫内底一对妈妈甲查某囝，互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迹象。因为是铁皮的关系，那燃烧的温度很高，连1楼那个里面窗的铝框都烧融哦。母女被困在西南侧的房间里面。那病患到我们现场到医院的时候呢，就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那四肢及躯干外观上看起来都有一些都有很明显的2度以上的烧烫伤。经过抢救，17岁查某囝重伤死亡，50岁姓吴的妈妈是转加护病房，不过经过救治，也是因为伤势伤重，救无回来。车3环境差不多2点，监视器有翕到一台厢仔车捌去入去乌日5公路这个巷仔路了后，铁厝的民家随后就发生火灾。警方透早4点外顺续找到开车辛苦的查甫人。你跟他深仇大恨吗？先死了呢！警方表示，辛苦的查某人有伤家己的情形，就医了后，随互人带去警局侦讯。初步了解，辛苦的查某人本来甲姓吴的死者租厝，不过今日初辛苦的查某人甲姓吴的死者有纠纷，要求伊爱搬走，所以万分故意放火。他奇怪，他为什么每次都在那边晃来晃去，而且在那边不晓得行为怪异才去装的。都装了之后才发现，对，才发现的。嫌犯他在那边租屋也租了20年，那一直到我们了解是到今年的7月份因为租赁纠纷，原屋主就请他离开，但我们了解后续他还是陆陆续续有回去搬离他的一些物品，所以跟原屋主有产生一些纠纷嫌隙。甚至有时候会骚扰原屋主。警方表示，双方目前已经无租约的关系。幸亏查甫人犯案进前，甲监视器全部破坏，犯案的目的明确，已经报请检方后续以杀人甲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采访报道。屏东这内部下美河村的简易水道水系统，因为去互这环保局验出讲大肠宽困超过标准，无符合这饮用水的这个规定，罚管委会6万块，要求彻查进程就要改善。管委会是认为讲这是公所消毒设施故意所造成的，要甲因反映，所以无解决，就宣布对彻查开始呢，无要搁再送水，说临时来停水，害当地2000多户无水通用。这个是自来水的，自来水，那这个是地下水的。民众即阵拍开水道头，也有水通行，不过对测测器倒边的简易自来水可能干那存看的功能。屏东内部乡美河村的简易自来水系统，因为验出大肠管菌超标，去互环保局罚6万块，要求测测进程爱改善。管委会认为净水过滤的设备害去，甲公所反映拢无效，决定对测测器无要搁送水，临时临要化停水，互2000多户居民拢唔知要安怎才好。直接就水就进来了，我们没有水塔，就是插在这里，我们就一个头2个大了。我们以为它已经在滤水，我们安心的使用，但事实上他说那是不能使用的，因为马达只要转它就溢水，所以就是关掉。所以它的水池根本没有绿化的作用。公所认为，滤水设备是因伫110年做的，不过维护管理应该是实际使用者爱负责。不过美河村自来水管委会无法度接受，新闻和管府讲要停水，管府表示停水影响民众的生活，水质不好影响民众的健康，要求公所甲管委会爱好好讨论解决。因为涉及简易集水设施是由管委会使用，以及公所当初新建的权责。屏东县政府以行为内部工作，也邀集了简易自来水相关的负责单位，我们共同来商讨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设备简陋，还是其他的哪方面出了问题？乡长强调，原则上会以全民的用水权益为大先，袂互停水的问题发生。伫咧滤水设施也袂好势进前，官府也提醒，大肠管菌会当用高温杀菌，只要甲水消菌都无问题啊。记者柯明哲、柯家族、柯朝阳、屏东采访报道。
为了要维护这公共居住安全，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把这厝尾顶大铁柱改做房间细人，列作是大型拆掉的对象。到今年9月为止呢，已经拆300多件的违建，拆的费用会把这厝注收。民间团体是提醒讲，若准说这楼尾顶是较俗，不过也要注意逃生的问题，才会当确保生命安全。2017年11月，发生在新北中湖区的这场重大火警。迄当时厝头家为着要赚租金，违规继承25间，用茶价间套房出租，造成几下人死伫火场。新北市违章建筑拆除大队优先将顶楼加起继承几啊间套雅房出租独立的建筑，列为优先强制拆除的对象。统计今年到9月为止，新北市已经拆除改善超过300件违建案例，就是要防止公安意外。若厝主无愿意家己拆除改善，得由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去拆，各向厝主收拆除费。顶家的套房，它人员出入会比较复杂，而且它是盈利的行为。如果遇到一些火灾或者是消防设备不完备，可能会造成租客生命安全的疑虑。拆除大队表示，影响公共安全、限制经济，多电表的加建套房、搁出租使用，经过2摆函文通知违建人，配合出示勘查，若涉及规避检查，也是闪避唔见面，会当以建筑法相关法规，处6至30万等罚金，限期改善。消防专家提醒民众除了注意细处的所在监视违建，也爱注意监视层主体用火灾警报器、加灭火器，也是使用防火计经材质。我觉得，既然是违建，就代表它不是依法规建造的，所以它里面可能会阴设的消防设备它没有设，再加上因为它顶楼呢空气比较流通，所以发生火灾的时候蔓延速度也会相对的比较快。它就是一个违法建物，它要把它重新再拉了它的水电，那所以用水用电的安全要注意，那当然还有电表它怎么分配，这些事情都要去留意。民间团体提醒，买细厝看厝的时阵，轻轻卡计经的所在，接触了解计经的材质，才会当避免计经无好甲防火等问题，维护自身居住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5测市市场标出着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日公布上届新的调查结果，确认这届非洲猪瘟敢若发生伫台中的案例场是孤一个个案，也排除人、车顶传染方式，全国无其他所在看到这款传开现象，推论讲这病毒真有可能是喷无煮过来造成的。因若当时会当解除禁运禁台咧。指挥中心强调讲，未来3天的维持高强度的检疫，确保所有市场无病毒入侵，就有机会伫咧初七解除禁令。非洲猪瘟拖烧几日天，中央应变中心公布上新的疫调结果，确认这届发生猪瘟是单一的案例，敢若台中一个案例场有出代志，加在病毒无传出去，照目前的判断，应该会当确定病毒和喷无煮食有真大的关系。厨余是最重要的来源，并且重要的是未合格蒸煮的厨余。根据以前的调查，有使用到具体清洁队的喷的猪条有2场，一个是确诊的案例场，后来这个案例场佮甲喷分予另外一个死猪条，加在死猪条的喷有煮透，所以规场的1000只猪仔检验的结果拢无代志。西厂它有落实的这个上传它的蒸煮资料，有去呈报，它多次采样都是阴性。那这个案例厂呢，它从7月通报上传资料1次，8月就从来没有再上传资料。农业部长也表示，要确保未来3天全台湾的猪条拢无病毒，才会伫11月初7解除猪仔禁台禁运的禁令。不过，也是会继续禁止用喷来饲猪的政策。你要及时监测，还有相关的配套的这些法规要完备了以后，我们才会去处理这个厨余养猪场是不是能够继续用厨余来饲养。也若未来台湾敢会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农业部长指出，这较有难度，需要搁再讨论，爱时间互猪农转型，而且喷要安怎处理，也是一个新的环境问题，需要用时间来解决。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台中市政府对今仔日开始呢，这油喷袂阁再大，全部送去焚化厂烧掉。环保团体也要求讲，就要加强这戴奥辛的检测。
农业部今下晡就讲，这病毒真有可能是因为这喷无煮过来造成的。目前政策有关是禁止用这喷气滴，未来若做符合3大前提，才考虑讲要来开放。台中市爆发非洲地震案例，喷气滴被认为是破口的原因之一。要安怎解决，真做真大问题。台中市为一开始10个用大喷的所在，到顶个月30只剩3个所在。不过政策迄直边，台中市妇产部初三开始喷袂阁用大的，改做全面用烧的。开放熟厨余进场焚化发电，所以本市熟厨余将全部采焚化发电处理。有一人满载的，个临时个加这厨余出来吼，垃圾了就拿你烧下去啊！你个真正加这厨余来吼。台中市目前每日喷的量差不多250万吨左右，初三开始全面去3大焚化炉气化发电，不过地方烦恼喷可能造成已经老旧的炉体负担，官方也认为可能加重空气污染，甚至加做大后新。环保局有没有因为近日增加厨余焚化之后，有特别针对戴奥辛去做采样跟分析，并公布数据这件事情？10月28号就是由文山焚化厂跟乌日焚化厂用焚化发电处理，那就占大概70%。那第3阶段就是11月3号，也就是今天，变成是100%用焚化发电处理。台中环保局表示，喷会互焚化炉的热带降级，连带增加处理量能。以文山厂来讲，每一个处理量为580吨，增加到605吨。随时完成的后里厂加入了后，能够提悬处理量。农业部初三也伫记者会指出，目前台中现场的病毒可能是非无落实催煮处理的喷来的。那疫情严控制有希望切切解毒，禁喷禁台，不过未公布解毒用喷气滴。针对全国的所有的这些蒸煮设备做全部的联合稽查，包括地方政府、包括环境部、包括农业部，我们会组成一个联合稽查小组去稽查。农业部表示，未来强烈要求落实喷的催煮，不过是不是要全面禁止，甚至提悬罚则？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强调，包含安怎气化对环境的影响，拢要讨论，必须是对社会冲击是上细。记者综合报道。昨早起呢，伫咧艋舺灵山寺外口有几落人伫遐摆摊，讲这民众若准摕双证件，就听好领1000块现金，去因真济家又去领。虽然业者是解说讲是伫咧做公益，不过去防检举了后，目前有3个人去提告，警方也当咧查，看敢是有违法的行为。顶仔口外口就是真侪人现场等咧摆摊啊，收集家友的告知。这个是在做什么？为什么面对警方询问，团商讲是做公益，因为看到人指控双方有对价关系。一手提1000块，一手提证件影本，家友手中的钱，防指控交易告知被证件换来。他是说公主我的楼住，然后赚到钱，来这边发红包元1000块。可是很奇怪是，他说，他叫我们要双证件给他们影印。摆摊的地点伫龙山寺外口，坐2早起11点外，摆摊的人找真侪人来。甲家友讲要发红包，也毋过前提是爱提供相证件，这款的行为互人检举。课证深入追查真实收购目的及各资流向，厘清有无涉及不法。甲以前比，有中人买小飞机合法滥查告知，顶日马街病院告知外泄案，嫌犯也向海客集团买病犯告知，转卖不法集团获利。因为告知是偷摕来的，明确涉犯告知法。这摆警方已经接到3个人提告，会继续赔钱，敢是涉及不法。依照个资法规定其实买卖个资只要经过当事人同意，这都是没有违法的。那所以说这部分确实会是比较有点立法漏洞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后续不管我们今天是在所谓的诈欺集团或者个人资讯滥用这些部分呢，它对个人安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害。今年3月，才有家友方利用涉嫌交付护照，提供真正集团方起诉，也毋过出现犯罪事实进程，爱是双方合意，就算有金钱交易，检警初期真歹介入，就惊有心人士将告知用伫不法，毋那自身爱承担后果，更加增加治安隐忧。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唔通为着要趁细条出来开大条。这网络顶头诈骗是百款，乡亲就要特别注意。最近有这诈骗集团利用花莲救灾，讲民众只要付运费，就会当免费提供下讲。不过爱伫咧网络顶头做一寡认证，想袂到着民众去互骗钱啊。警方提醒讲咧，平均4个人就一个会伫咧网络顶头接触到诈骗广告，就要特别注意。马达案去帮山湖帮花了后，真侪志工拢去花莲斗救灾。当初民众善意的举动，想袂到却是去互诈骗集团来利用。有的诈骗集团会伫社群铺文，讲只要付现金，就会当免费提供下讲；有的会假做业者，讲买商品就会当斗救灾。亲像这款偷用救灾名义咧运作的诈欺，铺文了后，等民众主动来联络，引导加来了后，透过互民众认证的手路来诈骗。这种新形态的诈骗从台湾现在这边开始出现，那会有个客服来引导你，告诉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经过认证。那由于操作都是你自己来操作的，就很容易根据他的操作，结果把你账户里面的钱都给转出去了。即马网络真发达，认证煞变做诈骗利用的手路，因会传送假的链接，要求民众认证，结果讲认证失败，引导民众去操作网络银行。这款诈欺的方式已经渐渐取代传统解除分期付款的手路。诈骗集团靠说唔免先摕到个资，只要上网就会当下手。不过，无论诈骗的类型啥款，不少诈欺的受害者也是会落入去二次诈骗的陷阱。诈骗集团呢，它发送很多网络上面的广告，会使这些被害人主动掉入陷阱，进而就是诱使这些被害人就是主动提出说，自己有被诈骗的经验，那运用这种同理心的方式去让这个被害人掉入陷阱。那1/4的人收到诈骗广告之后，1/50的人会被骗。根据警方调查，平均4个人就会有1个人伫网络顶去接触到诈骗的广告。而且这个人若是钱去互骗去的受害者，因为赶紧想要把钱讨回来，所以就更较会踏入去这种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是愈来愈凉，加透早上界嘅温度伫咧宜兰敢若17度尔，系因为这东北季风，佮再加上这华南云气，拜三进前北部、东部温度会较低，而且会落大雨。拜四开始才会变较好天，温度会升到30度。北部乌阴落雨的天气凉凉冷冷，受到东北季风和华南云系影响，拜一北台湾东半部的雨势明显。拜三开始，阁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来到台湾，不过加在雨敢若会落一天，加长天拜四就开始一路好天到礼拜。提到今天，主要还是要注意在东北部这边的大雨哦。那各地的云量都是比较多的，都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那到了礼拜四，整个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它降雨的情形又会再更加零星一些些。温度的部分，拜一、拜二这2天日时拢真凉冷，平均低温无到20度，上高温嘛干那24度。东南部的温度就较悬，日时高温的普遍接近30度，不过早暗温差真大，差要10度。拜四就会开始变好天，温度会慢慢回温，全台低温恢复到20度以上，高温也会来到30度左右，到时天气就会淡薄热。那整个温度上面也会有稍微更明显的回升的趋势，尤其是台北、宜兰，近中午也有可能会来到27度左右，所以整体感受上都会比较偏向温暖甚至闷热的情形。另外，气象署也表示，目前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的海鸥风台已经增强做中度风台，预估伫咧拜五登陆越南，对台湾未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另外一个同款伫咧菲律宾海面的热带系统就较歹讲啊，未来真有机会向北平甩，可能伫后礼拜2上接近台湾。气象署提醒南部的乡亲，要随时留意上新的预报状况。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假日轻急症中心试办计划，昨日6都13间病院开始实行。头一日计共有255个诊处，主要拢是外科病人，还佫发烧、互气骨见着，甚至是流鼻血。有学者表示讲，头一日病人无济，就可能是大部分的民众还佫无清楚这项新的政策，建议这健保署会当加强宣导。为了消透医学中心急诊大塞车，卫福部健保署试办休困日轻急症中心，初日正式实施。针对发烧、细型的空喙等等，减少分类第3至第5级轻症的患者，提供一站式就医的服务。不过，也是有民众不了解这个政策。他不晓得，如果有这种政策的话，应该会先去看。我不知道，很多诊所假日没开嘛，
那这样的服务是必须的。根据健保署的统计，新制实施头一天到下晡4点为止，6都13个据点，拢总有192个人次来予医生看。收案上济是台南永泉病院108人次，上少的是高雄文雄病院，敢若1个人。这一天拢总有3个人透过绿色通道转上其他的病院，其中1个转美性病院，2个人转基美病院。比如像痛风、偏头痛啊、肌肉拉伤啦，还有鱼刺卡住、流鼻血等等。那其中呢，小儿不适的呢，来就医的大概有4位。民众基本上呢，还在一个所谓的观望的一个阶段，以及就是说，这 UCC 设立的点是不是跟他们平常就医习惯的这个点有这个方便性的一个存在。学者建议，健保署都要加强宣导，建立民众的信任感，而且清楚公告后院的病院绿色通道转诊的机制，嘛定期统计来予医生看的人次，甲民众的满意度等等。健保署回应讲，这个试办的计划会当成做每年新增连续9日连假的观察期。试办的情形若好，就会扩大办理。另外，嘛会头一届提悬申请的期间、医疗院所检测费等等的奖励，鼓励医疗单位伫咧休困日嘛有提供医疗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那么寒，那么热，这老大人就要特别注意感冒引起肺炎。台北市卫生局建议65岁以上时代要紧去做肺炎、流感也有新冠的预防针，避免重症。天气渐渐变寒，也是高感冒的季节。季节转变，也是呼吸道传染病夹起来季节。台北市卫生局讲，时代是肺炎死亡高风险族群，而且肺炎也是台北市10大死因排第3名。对民国111年开始到今，死亡人数逐年增加，所以建议厝内65岁以上时代要紧去做肺炎、流感、新冠这3种预防针。先打13价，再打23价疫苗，所以中间要间隔1年。好，那如果说是高风险的朋友，他的话，他可能依照医生只可以缩短到8周。另外，医院高龄化，台北市卫生局也拍算结合外籍看护，也有长照资源，提供厝内有失智失能的被照顾者，更较周济的服务。厝内有请外劳的家庭，会当卡1966专线，就当有专员去厝内评估，若是符合资格，也会当申请长照服务。那专业服务的部分是由专业人员可以到宅来指导我们的外籍看护工个别化的照顾技巧。来提升他们的一个照顾技巧。那第2个部分是有关于喘息跟短期的照顾服务。那当我们的家中有外籍看护工，他遇到需要休假，那可以来申请由我们的本国籍的照顾服务员来协助照顾。卫生局表示，长照服务员会当协助外籍看护互相配合，亲像换药啊、洗身躯，互外籍看护休喘、短时间退休，也会当申请长照的交通接送服务，互长照的服务愈来愈符合需求。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高雄有一个查甫人进前去到公园运动，将可能是天气伤过热，伊就烫北体底下做运动，所以引起议论。有民众认为讲烫甲安尼是足歹看的，就通报这公园处和警方。这个查甫人落尾去互罚2000块。事实上，这公园管理自治条例是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目前6都内面的，敢若台中和高雄有禁止伫咧公园内面赤身裸体。这是条故意违反咯。高雄市大东市地公园内底有不少人散步运动，暗过进前数一个查甫人烫北体咧做运动，引起民众议论。保全真侪摆看到拢无改善，只好通报公园处甲警方。结果这查甫人和高雄市公园处连开2张罚单，总共2000块。男孩子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没有妨碍风化啊，不必要制造困扰了。附近都是那个比较多女性的，我是觉得是有点不雅观。各地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因为地方政府拢无同，属于地方自治管辖范围。目前6都内底双北甲桃园市是禁止公园内底食薰、配喙烂、钓鱼。台南市禁止伫公园内底食酒、食糖，拢无将烫北体列为禁止项目。暗过台中市甲高雄市是明文规定禁止伫公园内底无穿衫。如经制止或命其离开而不从者，将依高雄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第20条规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警方表示，烫白体本身无一定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毋过若伫公共场所凊彩烫白体造成妨害善良风俗，而且无听劝阻，相关刑罚6,000。在公园因为有驻地条例明确规范，管理机关应直接开罚。另外，伫路慢跑或者是运动场烫白体，无牵涉妨害善良风俗，未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昨暗有民众看到一个查甫人骑乌多摆载几落布袋物件，等落去凤山街。民众讲，这布袋内面介上阁会震动，警消人员就去现场护着2卡布袋，内面拢是这建筑废弃物甲塑料倒帮。警方透暝也找到一个姓陈的查甫人，甲伊依法上班。他停下来了，对不对？初日暗时10点多，姓陈的查甫人骑乌多摆载几落卡布袋，伫高雄凤山的国泰桥遮驶来驶去，当到无人注意，就停车甲布袋等落去凤山溪。规过程拢高附近钓鱼的民众翕落来。民众讲，查甫人的行为鬼鬼祟祟，尤其布袋内底唔知影底啥，应该会出大代志，赶紧报案。警方随会动消防人员来护。他来第2次过后，我们才报警。啊，所以他是分了3次丢。他第1次来的时候没有丢，然后第2次、第3次才有丢。现场寻获7支芝麻布袋，确认内容物均为营建废弃物及石棉瓦等物品。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缉行为人陈姓男子到案说明。警消人员拢总找到2卡布袋，经过确认，内底拢是建筑废弃物甲塑料袋。警方透暝抓到乱抌物件查甫人，伊讲这拢是厝内装潢卡落来的，因为唔知要等去倒才会安尼做。环保局表示，塑料袋是有毒的废弃物，清运处理拢有相关规定。若是乌白蛋相关会当罚1000万，同时依上法办。石棉瓦属有害事业废弃物，破损易产生非散性细纤维，吸入肺部不易排出。清理时需充分湿润及双层包装，可大幅降低危害风险。民众若有清理需求，可向环保局提出申请，将由专人辅导协助办理。原底就是社会案件，加在证实是乱弹废弃物，姓陈的查甫人妨按照废清法裁罚。不离个环保局强调，建筑废弃物甲塑料袋拢袂使乌白弹，民众千万唔通性事属性，最后煞来食罚单。记者郭家祖、顾朝阳、高雄场报道。彰化县花坛乡的清洁队当咧征收，本地民众24点钟拢会当来遮等本数。不过这12月只是进前呢，敢若开放部分的时间，对民众遮无公德心，就甲这本数等伫咧清洁队的门口。这2天拜6礼拜过啊，这本数是甲这大门埕过拢要订满。清洁队大门明明都无开，但是所有人直接甲本数等伫清洁队门口贴甲强要比门较悬。清洁队员发现了后，赶紧加班处理，就惊本数会愈贴愈悬。安尼乱等本数的行为，嘛互其他的民众看袂落去，认为伤无公德心。觉得很没公德心，已经很方便了。就要照规定行啦，要配合吧。遮等本数较方便。当然好啊，安尼当然方便啦。彰化县花坛乡的清洁队原本是24点钟拢开放予民众等本数，但是因为当咧进行征收工程，为10月24到12月24这段时间，收本数的时间敢若开放拜1到拜6，透早6点到暗时7点。公所嘛呼吁民众征收期间请配合时间等本数。我们在计划里面都有公告，让民众来周知。希望民众能够体谅，因为这个整修是必要，要求厂商这个施工期限要压短，我们也有在努力啊。花坛乡公所表示，乡内原本就有定时定点的本数车咧收本数，开放清洁队是为着互上班的民众方便等本数。这边因为征收工程调整开放时间，请民众配合体谅，爱有公德心，千万唔通乱等本数。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嘉义市的定安宫防晒观音佛祖，这尊佛祖的体态较查甫像，是较罕见的。着专家鉴定过，这尊观音佛祖有260年的历史，咱做回来看卖。嘉义市嘉寮定安宫为着观音佛祖的佛诞，因是较早100年的故乡路，伫嘉义市内举办平安绕境的活动。庙内观音佛祖神尊，唔但做伙出巡，而且佫是真罕见的查甫像观音佛祖。明末清初的时阵吼，伊的发相。就是在迄个当时的所雕的架势完全的无共。咱遮会较查甫，较迄面型哦，较查甫款，较查甫款。哦，外口会咧？外口会较，咱咧看拢全分面的。嘉义市的定安宫，去伫1872年是嘉寮这个自路的信用中心。
苗亨讲，苗内即阵观音佛祖，伫较早医学无发达的时阵，有做药引的历史分析，佮因为面容较威严，所以甲一般看到的观音佛祖较无共。到当已经有200多档的历史。早吼，拢会做药引来治病万民安尼吼。根据所治疗的这个年轮来算啦吼，因为用专门的仪器来计算吼，才有210年。这间顶安宫到当已经有153年的历史。针对庙内查甫像的观音佛祖，苗亨讲，不管是威严的查甫像，也是慈祥的查甫像，这毋若是法上雕刻的风格，嘛是地方信仰文化当中多元的一种表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接发生地震的阿富汗，伫咧台湾时间初三半暝的4点半，发生着这规模6.3的大地震，深度大约是28公里。巴基斯坦和伊朗拢感受到这地震的威力。伫咧阿富汗拄好是半暝啊，目前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将有可能会继续增加。救援人员伫黑暗中拍拼哦，想要伫土石堆内找到罹难者遗体，也甲受伤民众救出来。地震发生的地点是伫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首府马萨里萨利夫地区，震度上强的地点是伫附近的库姆市，达到7级。داسې تېر شپه د هېواد په ځینې برخو کې زلزله رامنځته شوې له بده مرغه چې په بلخ او سمنګان ولایت کې نږدې 320 تنه زموږ هېوادوال ټپیان شوي دي. البته شهیدان هم تقریبا د 100 څخه پورته دي. هغه ټپیان چې لا هم په سیمه کې موجود دي د هغوی لپاره روغتي خدمات وړاندې کړي او د هغوی په ژغورنه کې کار وکړي. البته بیلابیل ادارات په دغه برخه باندې بوخت دي او د عامه روغتیا وزارت هڅه کوي چې د هغوی سره په ګډه باندې د خپلو هېوادوالو د ژوند ژغورنې لپاره کار وکړي.地震發生了後，有民眾去當地出名的那些清真寺查看，發現喙齒的石頭甲建築材料散過塗骹，不過建築本身看起來無重大損傷。伊是阿富汗境內上大的清真寺，遜尼派穆斯林認為第4任哈里發阿里就待佇這個所在。那些清真寺捌去入侵的蒙古帝國毀滅，現存的建築是伫15世紀完成的，以色彩真顯目的態度甲複雜結構出名，是真濟朝聖者一定會來的神聖所在。一般民家都無這樣幸運。外電報道指出，大部分阿富汗的民家攏是用簡單的土石墩的，無法度擋這麼大的地震，所以死傷的數字定定是幾落百人至幾落千人。當時基礎建設真差，嚴重影響救災。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 USGS 發出感色警報，規模這麼大的地震會致使重大傷亡，災害影響的地區原來會真寬。地震大災區拄好是伫興都庫什山區，也是歐亞板塊交界所在，也是全球地震上接的地區之一。加拿大利班重新掌權的2021年以來，包括這屆在內，規模6以上的強烈地震都有4屆，前一屆是伫2025年8月底，地點就伫靠近巴基斯坦邊界的庫納爾省，當時造成超過3000人死亡，4000多人受傷。公司新聞4家人編譯。亡靈節是這個墨西哥重要的節日，不過今年的亡靈節，這俄羅阿富汗市的市長卡洛斯參加一場活動的時陣，說謊暗殺，落尾不幸歸案。民眾佇咧墓園內面點蠟燭，因為因相信安尼死人佇咧亡靈節期間，互過身的親友轉來人間的路照較光，抑閣用菊花香氣加色彩做引路燈，替亡靈指路。熱烈溫馨的亡靈節是墨西哥重要的傳統節日，規家人佇咧墓園守暝，用音樂加鮮花紀念過身的親友。Esta es una tradición que nos han heredado nuestros padres. Pues nosotros tenemos la creencia de que el día 1 y parte del día 2。因過今年亡靈節所傳來悲傷的消息，面對很久的烏魯阿富汗市市長卡洛斯，佇咧參加亡靈節慶祝活動時陣遭受槍擊，佇咧現場甲民眾拍照後，這陣翕相是被記錄的最後的身影。伊長期以來呼籲政府採取更加多措施，解決暴力加毒品犯罪問題。Los agresores aprovecharon la vulnerabilidad de un evento público para realizar el ataque. Condenamos enérgicamente este crimen y tengan la certeza de que no habrá impunidad. Como en otros casos, llegaremos hasta las últimas consecuencias para que este acto cobarde sea plenamente esclarecido y todos los responsables sean detenidos. 墨西哥總統肖恩鮑姆佇社群平台發文譴責這件謀殺，並且向卡洛斯的家人甲市民表達親切的哀悼。
墨西哥安全部讲，已经抓到2个嫌犯，另外还有1个人死亡。乌鲁阿班市农业正兴，主要是生产油奶啊，收入袂歹，所以也真济乌帮争夺的战场。这件谋杀案让人看到墨西哥对政治人物的暴力问题依然正严重。这几年来，已经有几60个市长加记者被杀害。记者综合报道。南韩已经变作是超高龄化的国家，出生率全世界上介低，总人口有一半以上的拢是这50岁以上的。做双的或者是替人整理手尾商机是愈来愈大，且侪少年人开始投入相关的行业啊。 심에 맞춰서 대부분님 신발을 양말을 제일 마지막으로 신겨드린다 생각하는 마음으로 정성을 다해서. 南韩釜山科技大学的教授，滨总系的学生囡仔认真看老师示范，学习替人体模型穿一言搁一言的韩国式传统寿衣，正式入幕。在国家已经走向超高龄化的时阵，照顾亡者的专业需求愈来愈多。这班学生囡仔为20几岁至60、70岁拢有。 우리 부모님이 나중에 돌아가셨을 때 내가 배운 이런 기술들이나 지식으로 마지막 길을 직접 모셔드리게 되면 참 좋을 것 같다. 那高龄往生者变多，南韩即马家己大、家己生活的一人家庭，差不多占全国4成2，国都市变另外一种社会现象，嘛产生维物清理这种新职业。47岁就温习手机内个案现场的相片，那亲像一世人的生活缩影。为房间内蹲满空手干那为老行动不便的护具，生活分热拢都爱清好清气。 那是少年死者大部分是自杀的。19岁重度忧郁症的少女，家己住伫真下考试院租厝的所在，无法度家己清理。过身了后，留蹲甲干那山的粪扫，加为做盘。 한 가지 독특한 점은 굉장히 소중하게 달았던 그 햄스터 케이지가 하나 있습니다. 저희가 발견했을 때 햄스터가 한 마리 살아 있어가지고 저희가 다시 가져와가지고 무료 나눔을 했던 기억이 있는 현장입니다. 调温社讲，最近二手车出租公司的委托嘛变较济，因为真侪人是选伫车内结束性命。伊当地研究一种侦测高毒死的设备，希望有助量早发现，减少遗体放伤久的时间，变做更较歹处理。南韩高压高龄化社会已经促使送行者产业需求大增加，嘛使得偌侪少年人以同理心来做这个服务。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 埃及的大埃及博物馆伫当地时间初一开幕咯。这个博物馆开超过10亿美金，展览超过10万件文物，也有这7000年前的物件。博物馆内面呢有一只法老王陪葬的船，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只。咱做回来看卖。 世界有名的吉塞金字塔区无人机伫夜空中描写出古埃及甲顶堡图像，包括图坦卡蒙王的金明区观察甲王座，也有代表法老权力的仪式用战车甲船只。全球最义的大埃及博物馆在伊盛大开幕，庆祝仪式充满讲法老风格。ونحن نحتفل معا بافتتاح المتحف المصري الكبير. نكتب فصلا جديدا من تاريخ الحاضر والمستقبل. في قضية هذا الوطن العريق فهذا أكبر متحف في العالم. 埃及文物真丰富，展品数量会当讲是原先有记的2倍，大约10万件。那参观的游客每一件展品欣赏1分钟，所谓收藏看完都要70日。展物自过去历史7000年，为史前时期一直到公元大约400年的希腊甲罗马时代结束。全馆总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公尺，相当3个台北国境博物馆园区。 开超过10亿美金，经费来自埃及国内资源甲国际合作。 كنوز الملك الذهبي الملك توت عنخ آمون اللي هي مساحتها 7500 متر مربع. مركب الملك خوفو الأولى مكتملة، وأثناء زيارته يشوف المرممين وهم بيجمعوا المركب الثانية. 即摆开幕，全球数十个官方代表团受邀请，其中荷兰总理斯霍夫表示，会将一尊约3500年历史的雕像献予埃及。 听讲历史会当对到西元前1479年到前1425年之间，可能都是伫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期风淘汰了后非法出口，后手出现伫国际艺术市场。公司新闻吴连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4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0度到29度，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